再来新闻，要来关心高雄的消息，开100亿打造高雄维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，这座国际级的表演场馆，即马有乐迷伫怨叹，讲演出的过程中，时常出现一寡囡仔伫哭啦、手机啊伫弹啦，甚至官方的人员佫会替迟到的观众带位等等，互国外这个乐团不得不暂停演出。因认为讲这个官方管理爱加强，那维武营是回应讲，会收集一寡观众意见了后，才做调整。 外观水甲亲像艺术品的高雄维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开100亿打造的，不过即马有观众怨言，演奏厅内面的管理无好。像近期伫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演出的时阵，有囡仔咧吼、叽叽叫，也佫有人摕手机咧翕，互现场的观众拢受到影响。另外嘛，有人埋怨10月19法国翻新国乐团演出的时阵，有几个观众迟到，官方也佫协助带位，互指挥突然间中断去。等迟到观众坐好了后，才佫继续。东港嘛，伫个观众席这位先生伊认为，国际级的电影厅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乱象。 当下那个国外的指挥家甚至手叉腰，然后就盯着那个场务人员带着观众入场，我觉得这是很不尊重表演者的一个做法。对着无做好管理的怨言，维武营表示讲会收集观众意见了后做调整。用最大的努力、最大的诚意，来让每一种类型的观众。 在卫武营都可以享受到好的演出。这个运作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还有非常多需要调整的地方。开幕启用满9年的维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表示，欢迎民众回应各项的建议，因一定会尽全力改善做到上好，嘛，互这个国际级的电影厅更加完美。